为着要防止境外电商平台甲疫区相关的猪肉产品卖来台湾，海关甲防检署早起是去桃园机场稽查，那么做伙来了解。昨日在台中验到头一个非洲猪只，为着避免疫情扩大，目前进口的货物全部拢会用电工来查验，边境的管制嘛加强戒备。台北关甲防检署桃园分署检疫遣队，下礼拜至少有2届无定期去机场快递专区，针对为中国、港澳、越南、甲泰国等等高风险的所在进口的货物，拢会做联合稽查。我们除了100%做 X 光查验之外我们有个机动巡查队我们随时不定期的都会在理货区随时对于那些高风险地区加强查核。针对境外电商平台防指控有卖外国疫区内的猪肉制品，透过货柜甲包裹送入来台湾，惊会有防疫空芳的疑虑。台北关表示，因一向拢以真悬的标准、规格、谨慎的态度来把关。若为高风险地区内的包裹，拢会加强抽检，遐若人工拍开查验的比例嘛会提悬。我们利用这个犬只非常灵敏的鼻子，再加上海关它有 X 光机器的查验，以及他们的强制查验权。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针对于高风险来的地区的，更全面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查验动作。有关为外国来台湾旅客行李，中央在海应变中心表示，为非洲猪只高风险国家来的，同款依次分流的制度。针对所有入境旅客行李查验的比例嘛有提悬。另外，若是旅客拒绝检查，会先看到；不过，若是坚持唔配合，就会请海关协助，把行李拍开检查。若查到违禁品，相当会罚100万。记者综合报道。